好，你们走吧，没有了。然后家人们，那个咱们需要唱歌，需要跳舞，自己主动把每个人的伴奏都发到微信上，谢谢。主动一点好。减肥的时候到了呀！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吗？好，我有音乐场。好，你把灯打开吧。太忙了，帮忙。我都吃第二个了。大家不知道吗？卓玛快点上。谁？卓玛，谁呀？不是你上去干嘛？这。好像叫和平，你跟他。什么跟到我又不认识。上到这儿来，好，家人们，那个咱们品尝蛋糕的美味，然后静候一位神秘嘉宾，给我们才艺环节来个开场白，好吗？让他上来嘛，谁呀？让他去。音控。等一下，先把这个撤了嘛。好，来几个人把桌子就拿下去，桌子拿下去，谢谢。来帮忙。这个网络咋回事？怎么卡呢？网络有问题，我切换网络。蛋糕一定要吃完哦，不要留，好吗？我切换了另外一个人。他叫谁呀？他叫什么？歌手叫什么？哎。歌手叫我大了。啊。什么呀？好。喂，谁呀？帮我放个。你过来了吗？他那个第二个。艺术厅。第二个。喂，你过来了吗？好，马上下。你这儿比个雕塑是不是？方块状的雕塑啊。
一个方块状的雕塑，是不是？V字形的雕塑。哦，往前面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那你在那边的，你在那边的门等我嘛，没给到别的门。马上，好。好，马上下来，好。手机出问题了，卡了。还有一个话筒在你们谁那儿看一下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。自己看一下，多少钱了？我都翻网络了。家人们相互看一下，你的身边、你的屁股旁边有没有一个话筒？好好检查一下，把你那300斤重的屁股抬一抬，好吗？好，进入到才艺环节了，家人们，有请咱们的格乐帅哥为我们带来一首才让曲里的和谐家园，大家掌声有请，有请格乐帅哥，有请，尖叫声呢？好。
许我也没有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所有家人们，我们一起跳舞好吗？不跳舞。不是。对，来吧，台上台下都舞动起来，来吧！好。对。好的，谢谢家人们辛苦了，你们可以稍作休息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卓卓美女为我们带来一首《白马卓》，欢迎有请卓卓。乐乐，有请。